咩物代就咩波客长，农客长片面话，好一面的叫做农客长片面话，你波救命啊，农江岸这联络江火农江岸这联络江火，这联络江火，这联络江火草结案菠萝江火菠萝江火弄江岸这联络江火草结案菠萝江火弄江岸这联络江火就是岸就是中午12点的时候草结案就是 afternoon 下午结案下午菠萝江火3个时候就3点菠萝江火3个时候下午3个时候3点弄江岸这联络江火草结案菠萝江火要煮酒像一只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兄弟天涯两分离何时才能再相聚啦啦啦啦啦啦要祝兄弟在何方家乡亲人在盼望啦啦啦